如何進行餐飲分類設置？第一部分，新增分類。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商品相關設定，點擊頁籤分類設置，點擊右上方嘅新增，填寫分類名稱同埋商品描述，選擇分類顯示嘅範圍，點擊選擇檔案可以上傳分類圖片。設置完成後，點擊右上角儲存。第二部分，編輯分類。鼠標按住分類左側嘅拖載按鈕，將子分類拖到主分類下方區域，顯示縮進樣式，即可完成主分類大於子分類層級關係。若需要調整分類展示順序，鼠標按住分類左側嘅拖載按鈕，上下拖載至目標位置，即可調整分類顯示順序。若需要修改分類內容，例如名稱、分類圖片，點擊分類右側嘅修改按鈕，即可修改分類相關內容。修改完成後，點擊儲存。第三部分，刪除分類。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商品相關設定，點擊頁籤分類設置，揾到想要刪除嘅分類，點擊右側嘅刪除按鈕，即可刪除分類。備註：若刪除分類提示，請先刪除此分類同子分類下嘅商品，需要先取消商品關聯，先至可以進行刪除分類。